律師，我個仔咧係非婚生子，當年咧係受到男方嘅欺騙，我被逼做咗第三者，生咗個仔。後嚟先至發現，原來男方喺東莞已經結婚，仲有4個仔女添。後嚟男方一家移民香港，我嘅仔仔咧亦都攞到香港嘅身份。前2年男方過身啦，冇寫遺囑，佢喺東莞有好幾棟嘅房產。咁我個仔可唔可以繼承呢？根據民法典第1127條嘅規定，第一順位繼承人包括配偶、父母同埋子女，其中子女咧包括婚生子女以及非婚生子女，所以你嘅仔仔肯定係可以繼承佢老豆嘅財產嘅，但係咧需要證明親子關係。如果男方已經過身嘅情況底下，可能存在一定嘅難度。如果當時辦理移民手續嗰陣時有做過親子鑑定嘅，可以將鑑定報告調取出嚟作為證明親子關係嘅證據。其次，因為男方喺東莞嘅房產係屬於不動產，根據涉外民事關係法律適用法嘅第31條，繼承適用不動產所在地法律，亦即係中國大陸嘅法律。但係需要注意嘅係，如果房產係婚後購買嘅，需要先分割出配偶嗰50%嘅份額，剩餘部分先至可以由配偶、父母同埋子女進行分配。如果男方嘅財產係屬於婚前個人房產，咁就可以全部作為遺產嚟進行分配啦。其實香港身份係唔影響繼承權嘅，雖然男方同埋非婚生子都已經移民香港啦，但係東莞嘅房產係適用內地嘅法律，因此繼承權唔受到香港法律嘅影響。如果男方喺香港有其他財產嘅，例如佢喺香港有存款，咁就需要按照香港嘅法律去處理啦。所以綜合上面嘅內容，你嘅仔係可以依法享有對父親財產嘅繼承權，但係需要提供親子關係證明。東莞嘅房產需要區分婚前同埋婚後財產嚟確定繼承嘅份額。香港身份唔影響繼承權，建議盡快搜集相關嘅證據，依法主張繼承權益。